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去倫敦4日3夜嘅旅程。呢條片係第一日嘅第一部分。早上我哋搭火車由 Newcastle 直落到去倫敦嘅 King's Cross Paddington 車站。到咗之後，啱啱好就係食 lunch， 揾到一間泰國嘅餐廳叫做 Rosa's Thai， 食咗個好輕鬆嘅 lunch。由火車站行去呢一間泰國餐廳都只係5分鐘左右。講少少呢一間餐廳嘅資料同埋歷史。Rosa's Thai Cafe 係英國一個知名嘅泰國餐廳連鎖店，由 Alex 同埋 Sylvain Moore 喺2008年創立。Sylvain 原本係嚟自泰國北部，佢好早就發展出佢嘅烹飪技巧，最終喺倫敦開咗一間小食攤。之後喺 Spitalfields 開咗第一間 Rosa's Thai， 由嗰陣時起，佢已經發展到超過40間分店，以正宗嘅泰式風味同埋輕鬆嘅氣氛聞名，而且喺2017年獲得年度外出餐飲品牌嘅稱號。我哋點咗5樣小食，等我逐一介紹一下。呢個 Crispy Prawn Donuts 其實係一個以蝦做餡嘅小食，外層非常香脆，口感獨特，又帶點海鮮嘅鮮味，絕對係一個非常有趣又好味嘅小食。第二個小食我哋叫咗個 Sweet Corn Flitter Bite， 香脆甜粟米小炸餅，真係非常之特別。佢外脆內軟，口感好脆，從來都冇試過咁嘅味道，非常之新奇又好好味。第三個小食我哋叫咗雞肉沙爹，雞肉好嫩滑，沙爹醬好香濃，帶住一啲微辣同埋花生嘅香氣，食落非常開胃，絕對係經典之選。第四個小食我哋叫咗個 Stir Fry Broccoli， 炒西蘭花。西蘭花保持到個脆口，仲有少少辣味，味道簡單但都好惹味。我哋最後一個小食點咗個 Stir Fried Thai Cabbage， 泰式炒高麗菜。佢係用蒜蓉同魚露去炒，令到高麗菜帶有濃郁嘅香氣同鮮味，味道好簡單但非常惹味，非常適合配搭。總結呢個下晝喺 Rosa's Thai 嘅用餐體驗非常好，食物都令人滿意，氣氛舒服，絕對值得再嚟試其他主菜。如果下次再嚟倫敦經過 King's Cross， 我都一定會再嚟試嘅。我哋食完個 lunch 之後，就由餐廳行返去 St Pancras International Station， 之後就搭 Thameslink， 大約25分鐘就到 Greenwich。到咗之後，我哋再行大約7分鐘就到我哋間酒店，叫做 Stay City Apart Hotels。喺搭地鐵嘅時候，以前我哋需要買車飛，但而家就好方便啦。你只係需要直接用你張銀行卡就可以入閘，就好似香港嘅八達通一樣，同埋係會自動幫你計算1日嘅總費用。如果有分段或者折扣，都會自動計算，所以非常之方便。要提下大家喺英國搭火車嘅時候，即使係喺同一個月台，到咗嘅車都唔一定係你想搭嗰班，因為同一個月台可能會有唔同嘅列車前往唔同嘅目的地，所以一定要仔細睇清楚嗰個指示牌，確定呢一班車係唔係你想坐嗰班，要睇清楚目的地同埋途經嘅站，確定你係上咗一架啱嘅車。我哋到咗 Greenwich 之後，沿住大路一直向前行，大概7分鐘左右就到達我哋嘅酒店，叫做 Stay City Apart Hotels。呢一間酒店周圍都好方便。酒店旁邊就已經有一個24小時嘅健身房，另外附近亦都有一啲小型嘅超級市場，非常方便日常嘅購物。我哋嚟倫敦呢幾日咁啱就係萬聖節，
所以酒店都有啲萬聖節嘅佈置，都有些少氣氛。呢一間酒店嘅設施非常之簡單，佢冇自己嘅餐廳，亦都冇健身房，亦都冇其他設施，例如洗衣服務。而家我哋一齊睇下呢一間房嘅設施。一入門口就會見到一個小廚房區域，有2個煮食爐，另外都有電熱水煲。酒店亦都準備咗咖啡同埋包裝鮮奶俾住客使用。除咗基本嘅煮食設備之外，仲有雪櫃同埋有齊全嘅煮食工具，例如煲、餐具、碗碟同埋杯。另外仲有微波爐，所以最基本嘅生活設施其實都相當齊全。不過呢個垃圾桶體積好大個，感覺同呢一間房嘅空間有啲唔係好夾，好似令到個空間更加收窄咗。房入邊仲有一部電視機，亦都有一個小露台可以行出去唞下氣。有一張雙人床，兩邊都有床頭燈，旁邊有衣櫃，入邊配備埋燙衫板、燙斗，甚至仲有個多士爐。至於洗手間就有一個企缸、洗手盆同埋廁所，毛巾都已經準備好。整體嚟講，呢一間房基本設施真係一應俱全。不過如果你帶大行李嘅話，就可能會覺得比較逼，因為其實冇空間可以攤開個篋。但如果你只係得2個細行李，又或者幾個背囊，其實空間都已經好足夠。呢間酒店每一晚要大約122磅，已經包埋稅。老實講，以呢個房間嘅尺寸，我自己覺得都幾貴。雖然佢入邊有一個小廚房，用起上嚟都算方便，但係整體空間唔算大，所以心理上都會覺得個價錢偏高。不過如果以倫敦整體嘅住宿價格比較，其實呢個價錢都算係正常水平，都係倫敦嘅市場價。我哋今次 book 嘅房型叫做 Studio Apartment，而房間面積大約係18平方米左右。其實呢間酒店都有提供其他唔同大小、唔同類型嘅房型選擇，所以就要視乎大家嘅預算同埋對空間嘅要求。呢間酒店基本上乜都有齊，又乾淨，去倫敦市中心亦都超方便，巴士、地鐵行幾步就到。臨走之前，因為已經到咗 check out 時間，但我哋仲想去其他地方，所以酒店都有提供寄存行李嘅服務。佢哋會將行李暫時擺喺佢哋嘅 back office， 不過老實講，感覺就有些少兒戲，因為個 back office 好細，而且佢仲叫我自己行入去擺低個行李就算。之後佢會俾一張寫住 number 嘅紙仔我，等我返嚟拎行李嘅時候，再用個 number 同佢哋核對返，就可以攞返個袋。今集就講住咁多，多謝大家嘅收睇。下一集會講下夜晚我哋喺倫敦邊度食嘢，之後會繼續有多幾條片，係講其餘嘅第2、第3、第4日嘅行程。希望大家鍾意今次嘅分享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者想分享你嘅睇法，記得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同埋記得幫我撳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頻道，支持我繼續做更多更好嘅片。我哋下次再見。